了的机会，你会爱家己的基本功做好嘛。基本功就是讲，咱来对咱的礼节啊、团队礼节啊、社会礼节啊，足侪个物件咱拢需要去学，甚至讲学商课啦、学讲书啦，迄平常时咱就家己发挥，毋是现在顶爱通发挥，咱拢爱去具备着这个观念。无随时要度人要成全嘛，你嘛头要度啊，那么就是讲，袂啥就讲，咱每一个人会讲爱有一个梦想就对了，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梦想，我今年甚至会当立一个梦想，我今年要做几个嘛好啊，我要做啥物代志嘛好啊。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梦想，要有一个目标。其实有当时啊，咱做这甲看的吼，其实咱以前讲没有梦想是最可悲的。这个梦想是讲咱家己有一个目标，你有法度去完成。为人咱拢心甘，甲家己找一个借口讲，迄个无可能去完成。你若认为无可能的，就是真正无可能。咱若有一个梦想，有一个目标的话，你讲有信心一定会当去甲完成的话，那安尼的话，咱就有法度把不可能变成可能。其实世界上呢，咱时常讲，没有不可能的事。即使你无去付出行动，把不可能变成可以的。咱伫咧学礼节的过程当中，咱嘛做成情形讲，为什么咱咧学礼节做甲